女星崔碧嘉近期曝光率非常之高，佢同 TVB 男星鄭健樂嘅感情緋聞一度引發外界熱議。鄭健樂喺社交媒體上單方面公開同崔碧嘉嘅戀情，但係火速被崔碧嘉否認，搞到鄭健樂非常之尷尬，都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據港媒最新報道，崔碧嘉最近又陷入咗財務糾紛，佢被追討375萬港紙嘅房屋佔用費以及還原費，令外界都覺得非常之意外。畢竟呢幾年呢，崔碧嘉一直都係俾自己打造嘅富婆形象，突然被追討375萬港紙，簡直唔符合佢富婆嘅形象。據港媒報道咧，崔碧嘉係因為喺香港買樓，冇按照協議付清剩餘嘅尾款，所以直接被賣方收咗訂金，仲將崔碧嘉告上咗法院。對此，崔碧嘉冇任何回應。崔碧嘉喺2022年嘅時候，以1750萬港紙嘅價錢買咗香港荃灣附近嘅一套物業，按照協議規定，喺2025年嘅4月就應該支付剩低嘅尾款，但係時至今日，崔碧嘉都冇任何動靜，賣方逼不得已只能通過法律途徑解決。按照正常嘅流程，崔碧嘉應該喺結清尾款之後先可以入住，但係當時崔碧嘉同賣方溝通咧，就希望喺付清尾款之前就可以搬入呢間屋生活，賣方就欣然答應。當然，崔碧嘉亦唔係免費入住。佢會喺付清尾款之前，每個月支付7萬港紙嘅特許費。但係喺舊年4月，崔碧嘉突然將房屋嘅鎖匙交俾開發商，然後一去不回。而家嘅情況簡單嚟講就係崔碧嘉唔想要呢間屋啦，之前嘅交嘅訂金、協議費都唔要啦，只係想全身而退。對此呢，賣方肯定係唔會同意。喺呢段時間，賣方多次聯絡崔碧嘉，但係佢一直唔理會。最後冇辦法，賣方只可以通過法院。據大概估算，賣方而家要向崔碧嘉追討高達375萬嘅費用啦。而呢間屋當時嘅購買定價係1750萬港紙。咁至於崔碧嘉點解不辭而別呢？冇人知內情。但值得一提嘅係，崔碧嘉前段時間仲喺社交媒體上面高調炫富，透露自己喺英國買咗一套豪宅。按照崔碧嘉嘅經濟情況嚟睇呢，佢並冇陷入財政困難，仲係特別富貴嘅。咁所以崔碧嘉到底諗緊乜？亦都確實有啲令人費解。崔碧嘉出道多年，冇乜代表作品，但係佢過去好中意公開展示自己嘅豐滿身材。佢都憑藉好身材，一度俾外界留下咗深刻嘅印象。喺網絡上有唔少粉絲。前幾年，崔碧嘉曾經同香港知名男星吳浩康拍過拖，戀愛期間兩人都比較高調，但係最後兩人亦都冇步入婚姻嘅殿堂。如今吳浩康已經結婚生娃，崔碧嘉對外宣稱自己仲係單身狀態。咁至於呢，前段時間咧，崔碧嘉同鄭健樂爆出緋聞咧，外界都好意外，因為鄭健樂離過婚，比佢大咗20幾歲，兩人睇落就好似係兩條平行線，估唔到仲有交集。而家鄭健樂因為食軟飯、欠債唔還等醜聞爆出，已經形象崩壞。而崔碧嘉幾時先可以揾到自己嘅幸福呢？或許亦都只有時間可以解答呢個問題。